今仔日的金曲奖专题，带大家来看的是陈以恒，伊今年入围最佳台语男性歌手、最佳台语专辑奖。伊的台语专辑就号做《罐头塔》，伊讲有真侪回忆呢，就亲像保留伫咧罐头内面，用音乐来表现青蓝白色朋友变成疏，或者是信念改变种种的不祥。引水人伫台语内底号做领港的，是伫咧港口引带船只平安入港出海的人。音乐创作者陈以恒用引水人来比喻家己生命中重要的人。这首歌收录伫咧伊的台语专辑《罐头塔》内底，伊是去做主题。陈以恒讲，每一首歌拢若像松树了后留落来罐头塔，保留真侪人生无同阶段的重要记忆。可能是你伊离开，还是讲恁无遐好啊，还是讲你正正你就相信的价值就改变了啊。但是讲来讲去，其实应该拢在写爱这个物件，所以讲罐头塔应该是你对伊的爱。罐头塔是陈以恒的头一张台语专辑。伊讲虽然厝内时代拢是讲台语，不过对伊总是用华语。有一天要和阿嬷学煮食，却无法度顺利用台语互动，互伊开始甲台语豆豆讲转来，嘛开始思考台语和台湾政治社会的处境。这对我来讲是重要的代志。我感觉大家去关心家己生活的土地，也是你身边的人，也是议题，拢是最重要的。陈以恒表示，家己的台语音乐可能侪惯势听台语歌的人会感觉奇怪，袂惯势。不过伊期待有一天，各种风格的台语创作拢通互人看作是史上的代志，就是一项期待的未来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，大家报道。